好啦，係提名我參加嚟緊咧9月7號嘅立法會選舉。過去咁多年以嚟，全賴咧係大家嘅支持，使到我有機會啦喺呢個區同大家工作同埋服務，可以話我畢生最大嘅榮幸。我喺呢一度咧係再一次咧邀請大家，希望你能夠幫我簽個名，提名我參加嚟緊嘅立法會選舉。我會繼續一如既往為爭取一個民主嘅社會同大家奮鬥。我會繼續堅定不移咁站穩基層市民嘅立場啦，係同大家繼續講説話。我為民主我肯搏，為公義我肯搏，為基層我更加肯搏。希望大家能夠提名我，幫我簽個名，參加嚟緊9月7號嘅立法會選舉。我係陶君行喺呢一度啦，呼籲各位街坊，希望你能夠提名我參加嚟緊9月7號嘅立法會選舉。過去咁多年以嚟，17年啦，得到大家嘅支持。得到咧大家嘅擁護咧，使到我有機會咧喺呢個區同大家工作同埋服務，可以話係我畢生最大嘅榮幸。喺我人生裏邊都係感覺到最光榮嘅日子。喺未來嘅日子裏邊，我將會參加立法會嘅選舉，我會繼續一如既往為爭取一個民主嘅社會同香港市民奮鬥。我會繼續堅定不移咁站喺基層市民嘅立場，繼續同佢哋講説話。我會為民主係為公義同大家咧繼續拼搏。各位街坊，我係陶君行，我係社會民主連線嘅陶君行。今日咧，我哋喺度公開邀請大家幫我簽個名，提名我咧係參加嚟緊9月7號嘅立法會選舉。過去17年以嚟，全賴大家嘅支持，俾到我機會喺呢個區同大家工作同埋服務，可以話係我畢生最大嘅榮幸。未來嘅日子，我將會參加9月7號嘅立法會選舉，我更加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。我會繼續一如既往，同香港市民一齊為爭取一個民主嘅社會同大家奮鬥。我會繼續堅定不移咁站穩基層市民嘅立場，同大家講説話，同大家咧係爭取咧係基層市民嘅權益。為民主我肯搏，為基層我肯搏，為公義我更加肯搏。希望大家能夠簽名提名我參加嚟緊9月7號嘅立法會選舉。我係陶君行，我係陶君行，社會民主連線嘅陶君行。今日喺呢一度咧係公開邀請。